新竹市即阵提出旧大楼消防设备补助，鼓励1995年6月份进前起的6层楼仔悬以上的大楼来申请。基本消防设备的安全设备会免费换新，会提供紧急照明的指示电火、消防管、防火门等等，希望会当提升旧大楼的公共安全。老旧大楼一般拢较欠缺消防设备，不论是消防管，也是安全门，常常故障，造成民众的安全问题。即马新竹市消防局提供免费换新的补助，对这栋老厝我27栋的叶先生感觉较安心。有一些东西是过期了，当然那个挂在我们的心头，我们是觉得好像是万一有事情的时候拿不出来用嘛。可是现在呢，就是说有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随手可得的。根据市府的统计，新竹市总共有647栋大楼，起在1995年6月进前。即个透过补助，先提升火烧厝时上头先需要的警报器，甲提升基本功能的设备。大楼除了这些基本的一个安全的部分，其实还有一些系统性的消防设备。那也希望说都由大楼这些我们所有的管理权人跟所有权人共同来维护这些系统性的一个设备，然后那基本的设备我们市政府来保障大家的一个安全，但是系统性的设备还是要请各大楼自行来维护来管理，然后。市府呼吁符合补助资格的大楼，对10月开始，这侪人会使代表提出申请，希望大家对消防安全更加重视。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